记得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时间，我们的苗家阿妹将会身着盛装，向您缓缓走来。 尊敬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为您所展示的就是辽王辽后庄。
显的是个性。一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，靠的是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的牵引。一个和谐的社会，讲的是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包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美丽西江歌舞晚会到此结束，还请你带上我们祝福，常来西江。这里有想不到的收获，有割不开的情怀，我们随时欢迎您的到来。有缘，我们他日再见。